来关心国际山难，有2个意大利的登山家伫白朗峰附近的山顶方找到遗体，也若伫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罗沙峰是熊熊崩碎，有1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。法国救援官员查实讲，伫阿尔卑斯山上悬峰的白朗峰外法国这边海拔4700公尺的所在，发现2位意大利登山客尸体。初步看起来，因是因为体温失调而死亡。因初七顶礼拜六天气歹，向救援人员发求救信号，无久就失联。也因为天气无好，救援人员无法落自地面或者是坐直升机到因的所在。另外2位韩国的登山客是伫海拔4100公尺的所在被救到。白朗峰海拔4808公尺，是真侪登山客想要挑战的山。今年6月，台湾登山界真有名的张元石去爬白朗峰时阵，无顺利爬坎卡死亡。意大利西北边的奥斯塔国罗沙峰发生雪崩，找到1具尸体，救到4个人。专家讲，一开始接到雪崩的警报，了正式发生紧急事故。一个爬山的人经过一个较敏感的地区，大范围的雪熊熊自山顶崩落，造成伤亡。救援人员讲，这群爬山的人是对西班牙来，接到报案就随派直升机要去救。不过风正透，对镜头的人看到直升机，互风吹甲强要无法度飞。不过好在也是飞到位，甲人救带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